哈哈，真的要分享一下。刚刚都已经拍了一个短的影片的分享，我决定要拍一个长的，因为刚刚去吃晚餐的时候啊，在我们隔壁有一个母亲呢，啊、教她的小朋友教的非常好，因为小朋友做错事情，然后她就哇很温柔哦，跟小朋友说，呃啊、请你，如果你做错事情，请你勇敢的跟妈妈说，妈妈会生气，但是妈妈还是会爱你。哇，我听到这一句，哇，我已经快要哭出来了。然后他说，其实妈妈有时候都会做错事情，都会告诉爸爸，他不是说告诉，他说分享。哇，这个厉害啊，他用分享这个字，然后妈妈会跟爸爸分享。然后爸爸可能都会生气，但是爸爸也会爱妈妈。然后那个妈妈就问小孩，如果下一次你做错事情会怎样处理？然后小孩就说，我会分享给妈妈知道，然后因为妈妈会爱我。哇，很感动，还好我现在没有哭，长大了哇，我觉得然后我就分享给我在台湾认识的朋友，我说喂，刚刚我听见这个，哇，很厉害吧？然后他们每一个就没有，我很正常啊。我说哎，我开始了解了，原来这个是台湾普遍的文化哦厉害哦，嘿嘿为什么我从前没有不知道？如果我在香港，因为我不敢说其他香港的小朋友啊，反正就是我长大的时间我没有听这些，我听的我都听很多妈妈都跟我说很多道理，但是就没有这些道理，我觉得这些很温柔的道理啊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啊，都同样是做人的道理，但是我觉得这些就比较容易，怎么说就比较容易，然后比较温暖，然后比较对爱。有爱的感觉，我不是说我妈妈对我没有爱，我妈妈当然爱我，妈妈爱我爱到不行，只是我不孝顺而已。其实我是一个很不好了，反正就是有对对对对对，天公听见了，对啊，这阿基就是对妈妈不太好，对不起啊，因为阿基移民过来嘛，然后就跟妈妈说，对不起，我移民了，我走了拜了，就是这样子，所以抱歉抱歉，我之前都有拍个影片的，跟妈妈说对不起，但是有些事情就是我觉得反正就是我承认哦，我是一个不好的儿子，就是我就是不好了就这样子，对不起。然后我会不会改？嗯，有些事情都快要50岁了，我改不了，就是反正我承认，我也继续然后再看缘分吧，看缘分吧，没有什么 excuse 啊，我就是做错事情，然后主题不是说我的错了，反正我就说，这个我體驗到這個怎麼說啊？用廣東話先，我覺得係同我細個接受嘅教育係完全唔同咯。咁同埋就發覺咧，而家其實多咗反思嘅，就係話頭先嗰一句好打動我心，其中一樣嘢就係話我會嬲，但係我仍然會愛你。哇！呢句係好感動，因為其實我同我太太咁多年咧，雖然我哋係冇嗌交，我哋唔會嗌交，因為我哋好多時喺心，因為我哋係即係心靈相通啦，接近咧，即係我哋好多時喺心裏邊嗌咗幾片嘅。因為佢黑面，我又會黑面咁樣，跟住一個互動咁樣，跟住一陣間解決。我感覺以前我就中意我哋一個擁抱啦咁樣，咁但係發覺咧，原來好多時候咧，我係壓制咗自己情緒，有陣時就係應該會發脾氣有啲嘢，你遇到有啲嘢咧，即係如果發咗出嚟，可能會仲舒服啲咧咁樣。但係我就因為我由細到大受，我又唔可以話受過教育，即係我理解啦。即係生氣咧對身體唔好咁咯。其實我之前錄影片都話生氣對身體唔好，但係我係人生話不斷反思嘅，我係不斷咁推翻之前嘅自己。我不斷認錯，不斷改過，跟住不斷犯錯，跟住再認錯，從來未啱過。咁即係跌跌撞撞啦，走到而家。咁跟住然之後，我諗，咦？咁我豁然開朗，我聽完嗰句，咁因為我咁啱，我知今朝早咧又係犯咗同樣嘅錯誤，就係因為我做錯事情，咁我太太就黑我面，咁因為我好脆弱嘅我心靈，我太太唔會鬧我嘅，
我太太對我好，但係佢黑我面咧，我就已經會，我就已經眼淚在心裏流，我會好傷心咯。咁我又其實我所謂嘈嘈啊，我交代少少，因為咧我太太咧呢排就其實我太太好瞓得好晏有陣時候，咁啊已經瞓到差唔多10點啦。咁但係我要工作噶嘛。雖然我在家工作啫，但係我都要工作咁我要朝頭早起身工作。咁你見到呢個玻璃啦，咁我喺出邊做緊嘢。咁我同緊香港嘅老闆咧喺度交代緊啲事啦，係香港老闆交代緊我要做嘢。咁我梗係睇老闆知道啊嘛。咁老闆打到嚟梗係即係同老闆傾個偈，嘅啲聲梗要精神啲啦。係老闆，咁啊嘈到太太，跟住個頭跟住之後望住我喎，跟住我叫我細聲啲喎，跟住之後我睇個反應嚇，我做緊嘢喎。我做緊嘢喎，咁我唔開心咯，我即刻唔開心。跟住然之後我即刻做完嘢啦，咁跟住然之後我落街咯，跟住我先落街先，跟住我 send 段 message 俾佢，我話我唔好意思啊，嘈到你。咁我而家落街，我唔敢嘈你啦。我咁即係大致係咁咯。咁其實諗一下，其實我又睇得太過重咯，即係其實咁人哋瞓緊覺，俾人嘈醒係應該嬲喎，係應該嬲喎。咁但係佢嬲，佢唔代表佢唔愛我啊嘛。咁我通咗，我真係好開心喎！係咯，嬲有咩問題啫？因為我咁多年嚟咧都覺得，如果夫妻關係好咧，係唔應該嬲對方嘅。錯啦，咁有陣時會發脾氣噶嘛。咁有時即係好似我而家我都釋懷。咁有時太太做啲蠢嘢，咁我應該生氣，我唔應該壓抑自己喎。咁你蠢啊嘛，但係唔可以講出嚟。我覺得我好開心咯，而家即係我喺台灣咧就 is my second life 啊！我觀察到好多嘢，因為個文化衝擊嘅，同我以前喺香港唔同嘅。即係以前香港你咁多年你睇啲嘢慣咗咧，你未必有個衝擊啊，個 impact 好大。咁你見到咦啲嘢好新鮮喎，咁一入到個腦度一撞一困咯，哇咁啊，跟住都通翻。即係以前有啲嘢係啲心結咧，慢慢一個一個打開。因為其實我都即係咁多年，其實好多心結嘅。其中一個心結就係父母咧，點講咧？生氣係一樣咩事啊？即係發脾氣係一樣咩事？其實我而家做呢個結就解開咗咯，真係。咁佢發脾氣啫，唔代表佢唔愛你噶嘛。感謝感謝還是感謝，我差一點快要哭出來，我愛你們，我感謝感謝。但是最後我都要講一句，阿基係不孝子，對不起。